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0年8月14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33篇，创世纪41章37节到57节，使徒行传14章19节到28节。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的保守。当约瑟做埃及的宰相了后，伊不但救着埃及的全国，免得到伫即个饥荒的灾难。不但安尼，阁会通卖粮食去到伫附近逐所在的国家，也是讲遮人民。因阁会当安尼来增加因的国力，并且也因为安尼，伊的老爸雅各的家会当找即个约瑟的哥哥去到伫埃及来购买即个粮食，通好来烧人。虽然伫这烧人的过程中间真戏剧性，也真拖了几啊摆，但是总是因的全家会当搁一摆来杀人保全性命，并且会当牵线去到伫埃及，住伫埃及，互即个约瑟会通就近来照顾因。亲像约瑟对伊阿兄所讲的，上帝找我带先恁来，是要互恁来留性命伫地面上，搁要行伫伊的大拯救，保全恁的活命。安尼看起来，找我来伫遮，毋是恁，就是上帝。伊阁互我亲像法老的爸，做伊全家的主，甲管理全家。约瑟的命运伫上帝的手中，上帝在安排。虽然拄着济济困难，遭有试探，但上帝却用即种真奇妙的作为来保守伊，互伊脱离迄个凶恶。亲像咱伫昨也有提到，因为法老的信任，约瑟通好担任宰相有真大的权柄，也会当来拯救因全家，免得伫即个妖恶的中间。伫困难的中间，上害的代志就是对上帝失去信心。俗语讲，爱大莫过于心死即种的譬如是讲失去信心的人，伊就无有即种活落去的即个愿望。这会通用来形容今日所咧讲的。箴言17章22节的经文，所罗门的智慧的话嘛安尼讲：欢喜的心是好药，忧伤的心互神忧伤的心互即个神即个孤单失去信心是忧伤的灵，会互人失去即个活命活落去的愿望。嘛会，所以咱会看见讲，互即个孤单，伫困难的中间来保持信心，互人喜乐。会通讲是真侪人伫苦难中间，因耶稣讲破病人才需要医生嘛所以有喜乐，就是真侪人伫苦难中的即个良药。一个人有信心无，是生甲死的差别。伫圣经的角度，人若活地，必须要有信心，才会当度过侪的困难。其实保罗是一个真好的例。伊时常拄着困难，拄着迫害，但是无失去信心。所以伊每一摆拄着阻碍、迫害，甚至有人要爱伫伊的性命的时阵，亲像咱今日经文嘛有记载伊犹原坚定相信上帝的带领甲保守。保罗一摆搁一摆拄着苦难，却一摆搁一摆搁较坚定，搁较积极伫其他的所在去传福音。上帝保守即个保罗，毋是上帝终极的目标，亲像上帝保守约瑟共款。因得到保全，毋是上帝要保守因的即个目的尔。上帝的目标其实是要护掉伊所保守的人进一步
诚做帮助人保守搁较侪人的人。约瑟是安尼，上帝借着保守约瑟，互约瑟会通保守全埃及，搁进一步保守附近国家的人民，也当然也保全着伊所应允雅各即个家。保罗嘛是共款，上帝并毋是要保守保罗避过遐个困难迫害尔定，还是讲会当活较真老，毋是。上帝要透过伊成做迄个外邦的使徒，互搁较侪人来认捌上帝，得到医治，得到保守，甚至得到救恩。昨咱伫加州的暗时，就是台湾今仔日8月14号的早起，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济南教会举行李前总统定位先生的追思礼拜。咱回头看李总统的心情，以及伊所领受的祝福、保守以及护照，伊用12年的时间带领台湾，经过一个过程，伫国际人称伊做宁静的革命，即个民主化的过程。今仔日，互所有台湾的人会通享受即个民主法治，是讲进步，甚至因为建立真好的即个健保的制度，直到咱今仔日有全世界拢总互人真欣赏的即个防疫的成果。咱今仔日要面对即个武汉的肺炎，伫迄个困境的中间，全世界已经有超过2000万人确诊，有749000外人已经因为安尼来死亡。伫安尼困境的中间，上帝保守今仔日咱伫遮的人。我想毋是要干那要互咱活了真好，会当延长性命尔尔。上帝一定有伊的护照伫咱的身上，咱必须要有信心，必须要有一个顺服上帝护照的心志。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的8月14号。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33篇，创世纪41章37到57节，使徒行传的14章19到28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主的保守。约瑟当了埃及的宰相，救了埃及全国免于饥荒的灾难。不但如此，他们还可以在饥荒的时候卖粮来增加国力，并且也因为父亲雅各差遣他的哥哥们来到埃及来购买粮食，然后能够这样子来相认。尽管这个相认的过程非常戏剧化的，也拖延了好几次，但究竟他们全家得以保全性命，而且聚集在一起。上帝让他们能够搬迁到埃及，让这个当宰相的约瑟可以就近照顾。正如同约瑟对他的哥哥们所说的话：“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是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这样看来，差我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约瑟的命运在上帝的手中，是上帝的安排。虽然他遇到了许多的困境，遭遇试探，但上帝却以奇妙的作为来保守他，让他能够脱离凶恶。如同我们昨天也提到的，因为法老王的信任，因此约瑟可以拥有极大的权柄，可以来解救饥饿中他们的全家人。在困境当中，最糟糕的就是失去对上帝的信心。所以说哀大莫过于心死，这用在比喻失去信心的情况也蛮吻合的。如同箴言17章22节所罗门智慧的话这样说：
喜乐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失去信心是忧伤的灵，会使人失去求生的盼望，所以它就使骨枯干。如果在苦难中能够保持信心，就会使人喜乐，也就会成为人在苦难中。耶稣说，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嘛，所以有喜乐的心就变成良药。从圣经的观点，有没有信心其实是生与死之间的差别。人若活着，必须要有信心，才能度过种种的难关。保罗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典范。他时常遇到迫害，可是他却不因此失去信心。他每遇到阻碍、迫害，甚至有人要他的命的时候，如同今天的经文所记载的，他仍然坚定相信上帝的带领跟保守。保罗一次又一次遇到苦难，却一次又一次的坚定，而且他更积极的到其他的地方去传福音。上帝保守保罗，并不是上帝的终极目标，正如上帝保守约瑟一样，他们得到保全，并不是因为上帝要他们得到这样的一个安全的境界保守为目的而已。其实上帝的目标是要呼召他们成为上帝保守其他的人，帮助其他的人，保守更多的人的一个媒介。约瑟是如此，上帝借着他来保守埃及的全家，全埃及地，更进一步保守邻近国家的人民，当然更重要是保守了他所应许的雅各的全家。保罗也是如此，上帝并不是要让保罗躲过困难然后闪避迫害可以活得很老不是这样子而已。上帝乃是要透过他成为外邦的使徒，使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上帝，得医治，得保守，得救赎。昨天加州晚上的时间，台湾是今天的早上，8月14号早上，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暨南教会举行了李前总统登辉先生的追思礼拜。我们从李总统的身上，以及他所领受的祝福、保守以及呼召，我们看到他以12年的时间带领台湾度过了国际间称之为宁静革命的一个民主化过程，让所有台湾的人今天能够享受民主、法治、进步，甚至于建立了非常完整的健保制度，乃至于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全世界都称羡的防疫的成果。今天在面对武汉肺炎的困境当中，全世界已经有超过2000万个确诊的病例，74万9千多人死于这个病。在这样的困境当中，今天上帝保守了我们。我想上帝不只是要我们好好活着，延长寿命而已。牧师相信上帝一定有他要给我们的呼召，所以我们必须有信心，然后呢，更有顺服上帝呼召的心志。